于天先前曾说20年没信，艺人李雅萍今14日录影前接受媒体访问，表示他的话能听吗？接着又爆料于天婚前是1天7次郎，婚后变成7天1次，让在场的人既害羞却又笑翻。李雅萍表示自己从除夕到现在都没有和于天讲话，两人在家如同隐形人般，并提到于天早上出门拜票，天天早出晚归，我趁他回来前就睡了，他为了躲我在床上睡角落，我数了一下大概摔下床2次了。至于夫妻俩为了何事在冷战，李雅萍表示儿子于祥全对她讲话不礼貌，于天去骂儿子，但李雅萍又觉得于天口气不好也凶她，夫妻俩因此吵架不说话。对于于天先前爆料自己20年没信，李雅萍反驳根本没这回事，但又自曝于天婚前是1天7次郎，婚后变成7天1次，然后最后是7年，算是郎吗？自己说完又找来一旁老友刘福助评评理，最后李雅萍更抱怨他现在倒阳，能有什么信？